今言今語神蹟篇，神必醫治你。列王紀下20章5節，你回去告訴我民的君希西家說，耶和華你祖大衛的神如此說，我聽見了你的禱告，看見了你的眼淚，我必醫治你。哇，原來舊約之中猶大君王希西家佢病得快要死啊，神透過先知以賽亞話俾佢聽，你當留遺命與你的家，因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希西家就轉臉朝牆禱告耶和華說，求耶和華紀念我在你面前怎樣存完全的心，按誠實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為善的。希西家就痛哭了。於是神就派以賽亞對希西家講啦，我聽到你嘅禱告，睇到你嘅眼淚，我必醫治你，又必加增你15年嘅壽數，並且我要救你同城脫離亞述王嘅手。我為自己和我的僕人大衛的緣故，必保護這城。呢個記載喺列王紀下20章1至6節嘅。哇，神真係好好啊，佢莫大嘅恩典啊，賜俾希西家王多活15年。我哋一齊睇下希西家嘅祈禱點樣打動神嘅心啊！第一，神係聽咗希西家嘅禱告嘅，佢嘅禱告希望神紀念佢喺神面前存完全嘅心，紀念佢做耶和華眼中睇為善嘅事，亦紀念佢按住誠實行事咯。冇錯嘅，我哋嘅神係公義正直嘅神，佢確實會紀念我哋嘅義行，報答我哋嘅。而第二句就神睇見希西家嘅眼淚啊！嗱，原來神唔係單方面就係因為希西家嘅善行而俾佢延壽噶，神係滿有慈愛良善嘅神，因為聽到希西家王嘅呼求，睇見佢嘅眼淚，神就動咗慈心啦。於是神嘅恩典憐憫醫治佢，使佢延長15年嘅壽數。早兩日我都聽見有一位弟兄，醫生就判斷佢最多只有2個月命。而家3個幾月返醫院復診，醫生話佢癌指數恢復正常哦，佢冇做過啲乜嘢，而醫生話佢癌症已經係到末期，只係呢個弟兄接受咗耶穌，願意將自己嘅生命交俾耶穌啊！我哋一齊祈禱啊！神啊，你係滿有恩典憐憫嘅神，我哋相信我哋生命係喺你嘅掌管嘅，我哋相信你係一定會醫治我哋嘅，我哋要效法希西家王向你祈禱，尋求你嘅幫助啊！神啊，為到有啲人因病痛苦絕望，求你紀念佢哋啊，施恩醫治佢哋啊！感謝神，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